講起中環歌賦街，大家第一時間會諗到啲乜嘢？係嗰條永遠排唔完嘅長龍，定係嗰碗賣到貴一貴，但係服務態度就出晒名特別嘅九記牛腩？不過呢幾日呢間名店最震撼嘅唔係佢啲清湯腩，而係有一位網絡傳奇人物溜馬車竟然走去踩場。你想象下，你排咗成粒鐘隊，諗住安安靜靜食碗麵，結果隔籬有個男人攞住部電話，大聲公咁款喺度鬧足35分鐘，呢種場面係咪仲精彩過睇戲？今日我就要同大家拆解下呢場鬧劇背後究竟係溜馬車想除三害，定係佢本身就係嗰份最大份嘅智商稅？溜馬車呢個人，大家平時喺網上睇佢啲片，都知佢嘅風格係點。由佢細細個10幾歲開始，就已經喺網絡世界橫衝直撞。而家佢都已經係一個29歲嘅成年人啦，但係佢嗰種踩場嘅基因似乎從來冇變過。今次佢揀中九記牛腩，其實某程度上有種火星撞地球嘅感覺。點解咁講？因為九記呢間嘢喺香港食評界簡直係一個奇蹟。佢哋由1920幾年大排檔做到而家，出名嘅唔單止係味道，仲有老闆嗰種你唔好煩我亦都唔想理你嘅火氣。當一個自稱天水圍陳浩南嘅溜馬車遇到一個喺中環屹立不倒幾十年、見慣大風大浪嘅老闆，呢35分鐘嘅對決簡直係充滿咗黑色幽默。馬車一入到去，嗰種氣場就係想搞事。佢話要揭發呢度嘅服務態度，又話呢度嘅嘢食唔值呢個價，仲要不斷挑戰店內嘅規矩。其實講真，九記嘅服務態度係點？香港人甚至係遊客，心入面都有一把尺。2024年、2025年，網上關於九記嘅負評其實多到可以印成一本書，但係人哋依然日日排長龍。點解？呢個就係我想講嘅智商稅嘅第一個層次，名氣大於實質。好多人去食九記，其實唔係為咗嗰碗牛腩，係為咗打卡，係為咗話俾人聽我食過中環名店。當一個飲食體驗變成咗一種虛榮心嘅展示，呢份智商稅其實係食客自己心甘情願交嘅。但係溜馬車今次呢場鬧劇最搞笑嘅地方係佢諗住除三害，結果反而俾人 KO 咗。佢喺店內大鬧35分鐘，用埋啲歪理去挑戰店員。原本大家可能對呢間鋪頭嘅服務態度有微言，但係見到溜馬車咁樣無理取鬧，反而激發咗群眾嘅同情心。呢個就係所謂嘅反向助攻。原本九記老闆嘅火氣係對住普通客，而家對住一個溜馬車，老闆反而顯得異常冷靜，甚至有種我就睇你表演得幾耐嘅淡定。最後馬車喺冇人理、冇人配合，甚至被店員專業咁請走嘅情況下，灰溜溜咁離開咗。呢場35分鐘嘅踩場，唔單止冇令九記名譽掃地，反而令到好多網民覺得連溜馬車都搞唔掂，呢間嘢真係夠硬淨。我哋要深度分析下，點解我會話呢件事揭開咗除三害背後嘅智商稅真相？所謂除三害，係只要清除社會上嘅衰人、衰事、衰風氣。溜馬車自以為自己係正義化身，想去整頓飲食業，但係佢忽略咗一個重點，佢自己嘅行為其實就係另一種形式嘅社會噪音。佢追求嘅唔係公義，而係流量。喺呢個2026年嘅網絡時代，流量就係金錢。馬車大鬧九記，其實係一套精心策劃，雖然睇落好弱智嘅商業行為。佢知道只要有衝突，就有人睇，有人睇就有熱度。呢度就涉及到第二層嘅智商稅。作為觀眾嘅我哋，如果因為佢呢啲嘩眾取寵嘅行為而感到熱血沸騰，甚至覺得佢係英雄，咁我哋其實都交緊智商稅。我哋將寶貴嘅注意力投放喺一個不斷消費公眾情緒、破壞社會和諧嘅人身上，呢種注意力嘅浪費就係現代人最容易犯嘅錯誤。馬車雖然口口聲聲話九記牛腩係智商稅，但係佢呢種為咗流量冇晒底線嘅表演，先至係最昂貴嘅精神智商稅。講返碗牛腩，如果你問我，一碗賣到100幾十蚊，甚至更貴嘅牛腩面值唔值？
如果單純計食材成本，肯定唔值。但係如果計埋鋪租、人工同埋嗰份歷史沉澱，咁就見仁見智。但係九記之所以能夠一直咁串，其實係因為我哋呢班消費者賦予咗佢權力。我哋忍受排隊、忍受黑面、忍受擠迫嘅環境，就係為咗嗰一啖所謂嘅正宗。當我哋抱怨服務差嘅時候，其實我哋嘅腳已經幫我哋做咗選擇，我哋仲係會去排隊。呢種邊鬧邊排嘅行為，本身就係一種心理防禦機制。我哋唔想承認自己排咗咁耐隊，俾咗咁多錢係買難受，所以只能夠不斷洗自己腦。佢嘅味道係無敵嘅，服務差啲冇所謂。劉馬車今次呢一鬧，其實係扯開咗呢塊遮羞布。佢用最極端、最醜陋嘅方式，展示咗當兩個極端嘅自大相撞時，會產生幾咁荒謬嘅化學反應。九記嘅自大係源於佢幾十年嘅金漆招牌，劉馬車嘅自大係源於佢喺虛擬世界得到嘅病態關注。好多人睇完條片會話，馬車今次輸咗，佢被 KO 啦。但我話俾你聽，馬車根本冇輸。佢由入去鋪頭嗰一刻開始，佢就已經贏咗。點解？因為佢得到咗佢想要嘅嘢，關注度。無論係鬧佢、笑佢，定係撐佢，只要你有點擊，只要你有討論，佢嘅目的就達成咗。呢個就係流量智商稅最可怕嘅地方。佢唔需要你中意佢，佢只需要你知佢存在。我哋要反思嘅係，點解香港嘅飲食文化會演變成今日咁樣？一方面係名店嘅傲慢，另一方面係網絡小丑嘅狂妄。喺呢兩者之間，真正受害嘅係嗰啲想正正常常食餐飯嘅普通香港人。九記牛腩嘅事件，其實只係冰山一角。喺呢個社會入面，仲有好多類似嘅智商稅陷阱。例如嗰啲所謂嘅網紅店，裝修到靚一靚，但嘢食難食到想喊，你仲要排隊3-5個鐘去影張相。又例如嗰啲所謂嘅飲食評論家，收咗錢就將難食講成好食，誤導大眾。馬車今次大鬧35分鐘，其實係一個縮影，反映咗我哋呢個時代嘅浮躁。一個29歲嘅男人，唔去諗點樣正正經經工作，而係走去名店搞事搏出位。一間擁有幾十年歷史嘅名店，面對批評，雖然係馬車呢種極端批評，依然固步自封。呢兩者其實係同一枚硬幣嘅兩面，都係缺乏尊重食物、尊重消費者、尊重社會規則。如果你真係想除三害，最好嘅方法唔係好似馬車咁樣去大聲鬧，而係用腳投票。如果你覺得九記唔好食、唔值、態度差，你咪唔好去咯。當大家都唔去排隊嘅時候，佢自然會反思。如果你覺得劉馬車嘅片低質、無聊、教壞細路，你咪唔好睇、唔好分享咯。當佢冇咗流量嘅時候，佢自然會消失。呢個社會之所以有咁多智商稅，係因為我哋太多人願意去交。講到呢度，我諗起馬車喺片入面嗰種歇斯底里嘅樣，佢喺度強調自己係代表正義，其實呢種口號真係好廉價。正義唔係靠大聲，亦都唔係靠踩場。真正的正義係一種對真相嘅追求，對公平嘅堅持。馬車喺九記大鬧35分鐘，除了令到店員辛苦咗，令到食客耳根唔清淨之外，對改善香港飲食業嘅服務態度有任何幫助咩？完全冇，反而令到更多人覺得批評九記嘅人都係好似劉馬車咁樣嘅癲佬。呢種標籤化對嗰啲認真俾意見嘅食客嚟講，係一種更大嘅傷害。所以我哋要睇穿呢場 show 嘅本質。劉馬車不是英雄，九記也不是受害者，佢哋只係喺呢個流量時代入面，各自扮演緊自己嘅角色。九記繼續做佢嘅串嘴名店，馬車繼續做佢嘅網紅小丑，而交稅嘅永遠都係嗰啲不明真相、容易被帶節奏嘅群眾。呢件事仲有一個好值得玩味嘅地方，就係馬車喺片入面不斷提住除三害。佢可能係睇得戲多，想學戲入面嗰種英雄式嘅救贖，但係真正的英雄係要承擔責任嘅。馬車由20歲
21歲開始，就不斷因為呢啲所謂嘅出位行為而出入法庭，甚至坐過監。但係佢似乎從來冇喺呢啲教訓入面學到嘢。呢種重犯嘅特質，其實亦都係一種智商稅的體現。佢交嘅係人生嘅自由作為稅金，但係換返嚟嘅只係一剎那嘅虛榮。如果你係九記老闆，你會點諗？我估佢心入面其實係多謝緊流馬車。點解？因為呢單新聞一出，原本唔記得咗九記或者已經好耐冇去過嘅人，又會因為好奇心驅使，想去睇下究竟呢間嘢有幾犀利，可以令到流馬車都識別。呢個就係網絡營銷入面最詭異嘅地方。負面新聞往往可以帶嚟正面嘅營業額提升。馬車以為自己係去搞破壞，點知最後變咗做免費宣傳大使。總結一下，流馬車踩場九記呢件事，俾咗我哋幾個啟發。第一，唔好盲目追求名氣，無論係食嘢定係睇片，都要有自己嘅獨立思考。唔好因為人哋話好，你就覺得好；唔好因為人哋話呢個人係英雄，你就跟住去拜。第二，要珍惜自己嘅注意力。呢個時代最貴嘅嘢唔係牛腩麵，係你嘅時間同注意力。唔好將呢啲咁寶貴嘅嘢浪費喺一啲毫無營養、純粹搏出位嘅鬧劇上面。第三，真正的改變係由自己做起。如果你想社會變好，想飲食業服務好，由你做一個文明、理性嘅消費者開始。馬車呢場35分鐘嘅表演，最後被 KO 係必然嘅結果，因為佢代表嘅係一種虛無、混亂嘅能量，而九記代表嘅係一種雖然固執，但係穩定嘅舊秩序。虛無永遠戰勝唔到實體，混亂亦都戰勝唔到規矩。當馬車行出九記嗰一刻，佢可能仲覺得自己好型，但喺大眾眼中，佢只係一個交咗超額人生智商稅嘅可憐蟲。所以下次大家見到呢啲所謂嘅踩場片，或者見到邊間名店又排長龍嘅時候，記得諗一諗，我今日交咗智商稅未？我哋應該追求嘅係一份真誠，一份尊重，而唔係嗰啲浮誇嘅流量同虛假嘅名氣。香港係一個好可愛嘅地方，有好多好食嘅小店，有好多勤力工作嘅人。我哋唔需要好似流馬車咁樣嘅除三害英雄，我哋只需要多一份理性，少一份盲從，呢個社會自然就會少咗好多智商稅。流馬車似呢件事，其實亦都反映咗香港部分人嘅一種集體焦慮。大家覺得生活壓力大，覺得好多嘢都唔公平，所以見到有人出來搞破壞，會有一種莫名其妙嘅快感。但係呢種快感係短暫且具破壞性嘅。當我哋沉迷喺呢種低質素嘅娛樂時，我哋其實係放棄咗去爭取真正公平、真正進步嘅機會。馬車呢個角色喺未來嘅2027年、2028年，可能仲會繼續出現。佢會換個場景，換個對象，再玩一次同樣嘅劇本。因為只要呢個社會仲有流量為王呢種病態思想，只要我哋仲係咁熱衷於睇人出醜，馬車呢類人就永遠有市場。而我哋唯一可以做嘅，就係保持清醒，唔好成為佢流量分紅入面嘅其中一個數字。最後，我想對嗰啲仲喺度排緊隊食九記，或者正準備點開流馬車新片嘅朋友講一句：碗麵食完就冇咗，條片睇完亦都帶唔走啲乜，最緊要係你要知道自己想要嘅係乜。唔好俾呢啲網絡鬧劇牽住鼻子走，唔好喺呢場名為除三害嘅 show 入面，交咗你最寶貴嘅智商稅。中環嘅歌賦街依然會係咁嘈雜，九記嘅長龍依然會係咁長，而流馬車可能而家又喺度諗緊下一個踩場嘅目標。但係對於你同我嚟講，睇清楚呢場 show 背後嘅真相，比睇場 show 本身重要得多。呢場關於智商稅嘅對決，冇最後嘅贏家，只有不斷在循環嘅荒謬。希望大家以後喺消費嘅時候，唔單止係填飽個肚，仲要對得住自己嘅智慧。講真，35分鐘可以做啲乜？可以睇一本好書嘅一個章節，可以同屋企人傾一陣偈，可以認認真真煮一餐飯。流馬車用咗呢35分鐘嚟大鬧，嚟博關注，而你如果睇咗呢35分鐘嘅鬧劇，
你有冇覺得自己得到咗啲乜？呢個問題先至係今日呢段內容最想留俾大家反思嘅地方。我哋唔需要用憤怒去回應憤怒，亦都唔需要用荒謬去對抗荒謬。面對呢啲智商稅嘅陷阱，最好的武器就是沉默與無視。當我哋學會不再為這些無意義的衝突提供能量，這場持續了幾十年的網絡鬧劇自然就會拉下帷幕。溜馬車踩長久記，究竟邊個先係真正嘅 KO？ 唔係老闆，亦唔係馬車，係嗰啲睇穿咗成件事，決定關掉視頻，轉身去過好自己生活嘅人。喺呢個充滿雜音嘅年代，保持一份安靜嘅思考力，可能就係我哋能俾自己最好嘅禮物。唔好再交智商稅啦，因為我哋每一個人都值得擁有更好、更真實嘅生活體驗。